個病越嚟越嚴重，今次又係唔記得食藥，再咁落去點算啊？唔通連個天都唔中意我？唔緊要㗎，一定有辦法㗎，一定有辦法醫好你㗎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到符水嘅時候啦。先將呢張嘢咧燒成幾塊先咧，等到似你撕嘅時候然後我哋就掟入呢個水入邊，之後我哋溝下，哎呦哎呦，好健康嘅味道就散發咗出嚟㗎啦。咁我哋就叫我哋嘅老人家嚟飲下啦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點叫佢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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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等等，先放個面。呢條毛巾係。係行政式醫務。喐兩下。隨住人口老齡化問題嘅加劇，長者往往需要同時服用多種藥物，藥物使用不當嘅風險都隨之增加，導致嚴重嘅後果。我哋嘅產品提升長者嘅用藥安全性同便利性，適合長者喺日常生活中使用。首先，我哋嘅系統可以根據長者嘅用藥時間自動出藥，避免因遺忘而造成嘅用藥錯誤。此外，我哋收集長者嘅用藥數據，分析並申請報告，以及當發生緊急情況時，發送通知俾屋企人，確保佢哋掌握長者嘅情況。接住落嚟，我會講下運作流程。照顧者需要輸入長者嘅基本信息，系統每日會根據預先設置好嘅用藥時間，自動出相應數量嘅藥物俾長者。服藥後就會有夾麻雀嘅小遊戲獎勵佢哋，同時系統會實時更新用藥記錄並分析成為報告。如果發現異常情況，即時通知照顧者，亦都可以根據長者嘅健康狀況直接同醫護人員聯絡，為長者提供更加好嘅用藥管理。接住落嚟係優勢同競爭力。喺競爭激烈嘅市場中，我哋專為長者設計，考慮到長者嘅需求，操作簡單易明，同時保障咗用藥安全性嘅問題，亦都有靈活嘅管理方式，支持多個長者多個系統。對於有多個長者嘅屋企係非常方便嘅。夾麻雀遊戲係鼓勵長者按時食藥嘅一種有效策略。麻雀作為傳統嘅中國遊戲，長者對此感到熟悉同熱愛。每次服藥後，長者可以獲得一次玩遊戲嘅機會，激勵佢哋養成良好嘅用藥習慣，帶嚟嘅成就感可以鼓勵佢哋繼續服藥。我哋相信咁樣嘅設計可以令科技更好嘅服務於長者群體。最後喺責任問題方面，喺使用產品前應該事先諮詢醫護人員，如果喺使用過程中出現任何異常，應立即停止使用。另一方面，我哋都非常重視長者嘅個人隱私，將數據進行加密，需要權限先可以訪問，等長者感受到尊重同埋保護。咁呢度就係藥盒內部啦，下邊有漏斗，中間都有漏斗，之後上面有幾個摩打控制翻藥物跌落。上面就裝住唔同種類藥物啦。咁而家係食藥時間嘅話，我哋就會用翻個 Husky Lens 去放翻個長者，係長者，見到佢就接啲藥出嚟，咁啊，之後就有另外一塊 Husky Lens 去度翻佢呢啲藥係咪啱嘅。你等一陣 ，OK。咁而家停咗之後咧，如果有第二個老人家，我哋就會去用另外啱啱嗰塊 Husky Lens 去度翻老人家個樣咁嘛。係啦，係，之後就跌翻出嚟嘅，得啦。咁佢個音樂就會停噶啦，停啦你 ，OK，佢就會停咗噶啦。咁呢個就係完整流程啦。咁係要食嘅時候，佢會再響翻噶啦。咁就係咁，拜拜。